大家好，我是拄德峰。今仔来讲解一下，真昨摔地摔好有无进来就是抓电梯的位置，电梯的位置，这就是条仔头，条仔头准要拔梯啊。来电梯的位置嘛是等下爱拔梯啊。确定。今仔昨摔地了，今仔来开钱，抓电梯位。开好有无？这个范围，内框的范围，就是要拔梯啊。一般咱的电梯的梯啊是4分梯啊，起底、壁墙拢4分的，条啊就6分的。这支条我有甲做较粗，拔12支的6分梯啊。条啊拔了来就拔这个大底甲地梁。拔了来就换帮模，你来电好较换水电的，你来配光，这拢有定数的。这个起咱起厝的定数。大家好，我是工头歌手拄德峰。今仔日咱伫遮咧拔这个电梯的基础，电梯的基础恁等下要安怎起来啊？你唔好插电呢，来。趁这个时阵我先来讲解一下。这经验我今仔先讲解一下。这个一个咱们讲的方式，这个条啊，这方式咧，要条，这就是咱高电的完成。要讲咱们讲的起来，咱们讲，这另外一个就是教导员啊，就是注意，拢没有方向。我来炸看看你。我先调头连底，你做好了关刀。听讲这个调头的工作就出来了。这点才有点过来。咱的条仔头就是1.1乘以1.1宽，长乘以宽，再乘以高，这就是方数，这拢袂偷假的。来。条仔头了，咱较来捏这块。咱分开量咱的方数就第一走向，对啊。你啦。夜风轻轻拂着面，亲像你来经过。2:6乘以3:3，安尼有一句话怎么讲？2:6乘以3:3，来那个乘以的宽度。咱的宽度差不多是2:6。大水最大地都拿看起来，叫我拿来看起来。0.66
安尼遮就是即区的风俗。啊来第三区，咱就是这个大锅啦。等下。ada api di dan api di bawah mati. Apa tak? 生意你切，啊来咱那个生意的关。啊。叫来没我。廿0.7。哦，安尼这个大底，下南仔讲得出来啊。真来讲解一下，初步的铁啊拢绑好啊。啊，这电梯。啊，这是电源，啊，过是条啊，哦，啊这边嘛补助一支条啊，啊地板这是起来，阁有一个3分的铁啊，吼，搁来绑，啊，所以这个算底盘叶。啊，今仔工课拄啊到遮过一段落，来就是等水电的入场。